阿公，听讲迄后生前来故乡啊？错啊，后生前来调做高主编的洗头。真粉就让真认真。是啊，真粉的认真，我会弄入洋错。我上头得几日条高主编好好见证。今日这个涂家很请教，是毋是无容下出测量我母下的土体咧？无种，也是土地感觉的业务。请问，无种空下冲量我的轮体内底，加日洗掉的土体面积目？真歹势，单无种浸大很体积线的外面，土体细密的改善测量，我因无法度提供输入面积的测量。好，我知啊。很感谢土体输入权人，是我本人。列家分资料显得很，面上拢有指示的书方得很参考。好，请问偏土体感觉的测量规费量出算？土体感觉的迄种日公顷做收费单位，日单位是新台币4000块。无到日公顷来讲，用日公顷来算。那高头1公顷呢？高头1公顷增加半公顷，去加收2000块。增加无到半公顷去算半公顷，假使面积高头10公顷，去按照实际来算。体厂线记得后面改装哦。我了解，罗拉线。